正在制定來年預算案嘅約克區公校教育局，面對學生人數下降、財務壓力加劇，甚至計劃裁減前線員工嘅情況下，呼籲家長參與下星期一嘅視像論壇同網上問卷。教育局主席形容今次意見收集對教育局嘅決定非常重要。個重要性咧就係家長去到話俾教育局聽，我哋所着重嘅係啲乜嘢嘅時候，咁我哋嚟緊都知道會有一啲所謂嘅 difficult decision 要去到 make， 即係喺唔同嘅 department 裏邊咧，要有啲唔同嘅轉變嘅時候，咁家長就要將呢個 survey 填好嘅時候，我哋就睇到佢哋乜嘢係佢哋認為對於佢哋自己嘅家庭最重要咯。約克區公校教育局話，移民人數同埋區內出生率下降等因素，本年度該區公校學生少咗大概1900人，未來或者會持續遞減，影響學費收入同埋省府撥款。教局努力做到平衡預算，避免遭到省教育廳接管。Funding 咧係直接同嗰個嘅enrollment 咧係掛鈎，去到面對呢一個嘅財政嘅壓力咧，嚟緊咧都會有一啲嘅不同嘅 decision， 要去到喺唔同嘅地方裏邊有策略性嘅，去到做一啲唔好一個淨係一個 short term 嘅cut， 而係真係有啲乜嘢可以持續性去幫助翻學生嗰個 well-being 同埋嗰個嘅 student achievement。兩名女兒分別就讀約克區公校第6同埋第9班嘅家長表示擔憂，教局如果做唔到平衡預算，導致被省府接管，亦都擔心學生身心發展嘅課程會因為資源短缺而遭到撤銷。其中一個女啦，佢而家咧就係喺呢個arts program 裏邊嘅，咁 which is 其實我係真係睇到由過去啦到而家啦，其實係嗰個 cut budget 係嚴重地影響到佢哋呢個 program 啊。即係每一年嘅收生咧，依然個 head count 都係咁多，咁但係我哋明顯睇到咧，個老師嗰個 head count 係少咗嘅。老師可能本身睇一個 stream 變咗要睇2個 stream 嘅時候，即係老師時間就係咁多，即係能力即係精力又係得咁多嘅時候，咁點樣可以合理地分配咧？對於約克區公校教局有意裁減大概78個，包括學校維修同埋清潔工嘅職位，家長認為維持校舍清潔同埋安全係好重要。我覺得每一次去到嘅俾我感覺都會覺得個洗手間唔係特別乾淨。甚至乎我都會同我女傾，我話其實你覺得學校幾耐會剝一次個地下？但係我個女可能同我話肯定唔會係每一日，會唔會係 once a week？其實佢哋都唔知道。但係如果連呢啲最基本嘅嘢都要減少嘅時候，真係令人好擔憂喎。咁樣對於呢一項嘅裁員計劃，代表相關職員嘅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本地1196分會主席表示，裁員進一步降低校舍嘅清潔同埋安全，對學生構成風險。缺乏足夠嘅維修同埋保養，無法滿足學校嘅需求，亦都會直接影響學生喺安全潔淨嘅環境之中學習。而安省教育局工會聯盟就指出，省府持續削減教育經費，迫使教局做出裁員嘅決定，令到本嚟人手不足嘅學校雪上加霜。教局除咗喺下個星期一晚7點舉辦討論預算案嘅網上論壇之外，亦都邀請關注教局預算同埋未來撥款狀況嘅持份者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網上問卷截止日期為本月嘅17號。教局希望蒐集更多家長同埋學生嘅意見，制定平衡預算。Omni News 記者林月燕報導。